收看今晡日福喜类呢个节目。今晡日老乡亲朋友咧讨论嘛个问题咧，大家听错啲吼，都种下来世界运动当然会学狗啊、学鸟啊，不过咧下都都市啊系哦，所以就咧讲咧，狗啊、鸟啊都是人类个好朋友。不过到底系容易好好咧学狗，容易好好咧学鸟，你要注意嘛个事情咧。今晡日老大家来分享啊，分享之前咧，大家来分享你今届来宾其实系中华民国保护动物协会嘅秘书长王庆勇，分享。主持人好，大家乡亲大家好。真嘅请欢喜做的邀请秘书长来到鸦片吼，不过今晡日问好的时候，旁边有一只好，请等一下给狗的系冇？搞的气候很好。教得很好，教得很好，对不对？而且，我们来人一般讲沙批发归完全。是，古总你知道要给我给名叫饼饼啊，饼吼饼干啊，用国语法语来讲，意思是饼饼干的饼，我迄个用客家话是饼的嘛，可能很易饼以为唔对哦。对，社会化的过程哈，就是被教得很好，对不对？对啊，生长过程哈，就。不管同人也好，同狗也好，哈，你感觉到人是好人，狗是好狗，所以唔会讲，唔会排斥其他人，真的，唔会讲人嘞，系佢看到大三年都要走了，走你名了名。要搞。这要教，对不对？不过泰卡就会吃到过，为什么？你看，我们会觉得说 gay 尾就得搞，对不对？好，所以姑说给你们一块是同泰卡的分享。呀，他真的很多人会养狗，很多人会养猫，可是狗跟猫其实在特质上面，黑亲某共用不一样，不一样，对不对？这边有一张跟志凯要同泰卡的分享，其实 gay 同人的关系，接触的时间哈，他可能有14000多年。14000多年，每位差不多5、6千年，所以每位属于一个半亚上的动物，它叫的哈叫做天生对人，就是完全主仆的关系，不是完全人家说完全佩服。或者是完全顺服、臣服在人的范围里面，这是狗狗的天性。有没有泰卡会学狗的时间就会知道哇，你知道狗泰卡就会讲是忠实的好朋友，从冇泰卡就会知道哇，它真的就是把你当主人，对不对？好，这就是其实狗跟猫不一样的地方。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对，你看，再来，狗是日行动，就昼行动物。好，逆势头出来。好，没有。夜行动物安不得出来，所以两种动物的个性哈，性情完全不一样。你看到有时候啊，泰卡看到给我给时间就会知道讲，走有没有？坐下，握手，所以它是可以听指令的。训练做的训练嘅，做的。每位做唔得，每位还是做的，但是每位属于比较半野生嘛，所以比较自主。是。糖花有个效果冇叫安好。不过大家会知道讲，学狗的一开始学狗呀学猫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学狗的较困难，因为狗尿尿啊，有冇给偏瘦啊，它都很难控制。对，为么？一般比如说都那有卡提度的哈，一个礼拜，一礼拜，假使冇搞几个那大小便，他把家里所有地方认为都当作是厕所偏瘦，对，都可以大小便的厕所。他不是故意的，故说其实要训练呐，要训练，要做的训练嘅。不过其实很有重要的事情，他才会知道为什么你跟狗狗之间可以有这么好的相处，而且你会想，因为狗狗是群居动物。它很对你就会知道它跟你很亲近，然后很多人在一起亲到那个时节给它吃到亲粉意，对不对？不过猫你就会知道。因为你就会知道它比较好像独居的感觉。它也是群居，但是独行侠。独行侠，猫是独行侠。对，它出去的时候，因为它晚上出去要保持它的隐秘性，所以它单一只猫出去，不像狗哈一群狐群狗党，对不对哈？一群出去。所以难怪会有成语狐群狗党，有吗？这个习性上，在打猎的习性上不一样哈。是啊。再来就是刚刚讲过，因为它是夜行，因此它比较不像狗一样说它
要靠近人类。我们常常养猫哈，都是看到喵，你在哪里啊？在书柜最顶上看着你。看你一下，就追喂。哎呀，黑猫。啊，狗不是，狗是会主动到你身边来摇尾巴，对不对？所以这方面，我们为什么全世界都一样哦？为什么第一个我们想说同伴动物或者宠物啊，首屈一指的是狗，第二个排名才是猫，好，所以这个是全世界都一样啊。那有些国家是因为说它的法律啊，法律禁止讲莫乱配啊，出去不能乱大小便啊，出门要用链的绑着，所以有的位国家人民那我干脆养猫。啊，有青岛人袂按用认真见，佢要知道讲你休狗嘅时间，因为休跟休每位嘅感觉无相用。大家要知道讲休狗有轻麻烦的事情，比如讲因为它是群居嘛，它不像猫有时候会自己大小便呐，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干脆养猫好了，不按用你。现在台湾就这样。它简单嘅感觉。我在当兽医的时候哈，大概是。看狗的病和看猫的病哈，大概是95:5。好，你给我压下嘞。看95只狗，5只猫左右。现在是60:40，或者是65:35。哦，已经台湾的养猫量已经大大的提升。是，不过更多鸦片太卡会知道，你看到秘书长会讲给养猫其实大大的提升，因为现在的都市人哈都会。希望讲有一个宠物可以陪伴，太卡可以干书可以按钮你。这是人的天性。因为对，这是人的天性，我们就希望旁边有一个宠物可以陪伴，你就可以同你共发，然后会而且你妈妈是个笨东西啊，这也不理我啊，还回来骂我啊，赚钱还不拿回来，对不对？好，他不会告诉他妈妈的。你看到黑公，你晚上如果你遇到轻困难的事情，做一波还吃到轻松型的时间，某年同你共发的时间，你就可以把狗拿出来同你对发有嘛？抒发对，你你让它真情，就像秘书长讲，很多人就开始养猫，因为一样好像功能差不多，可是猫又好像养起来又更简单一点点，会有按给杠狗，对不对？狗一定要带出去遛狗。错。好，而且你在饲养它的时候，会比较麻烦，遛狗的时间，还有比如说洗澡生病啊什么之类的啊，还有叫声之类的，会吵到。嘿，贴超给时节邻居会抗议，什么？还有时候你休给时节有吗？因为你要出去偶鸟嘛，偶事啊，有时候你出去外面，那还要去哪里？你没法度偶鸟偶事，因为你鬼天气不还有种的偶鸟偶事。没有公园的话。好，你就麻烦。所以，既然要养一个同伴动物来陪伴，干脆来熊没问。不过更多鸦片哈，大家就会知道讲，休狗很有轻度的问题哈。其实这边讲饲主常见的困扰是什么？比如说第一点，其实有时候狗没有训练的时候，它会咬，它有时候回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手都被咬伤了，对不对？叹气黑毛跳胎。第一个哈，注意莫搞好，所有的狗的坏行为，都是主人没有教好狗。哦，绝对不是狗的错误。我们家里的孩子哈，你要是不好好教育你哈，连杀父母亲都会，对不对？更何况狗咬你，狗咬你是认为它和你玩。是。好，第二个。它试着挑战，我刚刚讲过，狗是一种群居，而且有社会地位。它有老大、老二、老三，有社会地位的一种群居动物。很厉害，因为我家里哈，就是我还给阿狗有养一条狗，大概看到几个时间，吃到几都不理我。我在想，可能在心目中哪个地位是最后一个？那不是哦，不是，因为你对它没有好处。哈，我哪会买东西本给生呢？所以，我对它没有好处，可是我比较爱用口奶嘛。喂狗吃东西哈是有技术的，好，要和它谈条，就是和它谈条件。当他觉得他这样做你有好处的时候，那他就会理你。好，所以你虽然喂它吃东西。但是因为他不觉得你和他谈条件，
了解了解，我太没有个性了。不是，他认为你应该的。你看就会按钮，你们讲挨好好，等下挨好我的问一下，都等下有冇个方法做啲对补给哈。不过还有青苔跟问题就会有青头嘅时间有没有主人要离开嘛？我们要去上班呐、啊。或者说你一出门嘅时间，佢哋一他就一直叫，好像就会有分离焦虑症。其实讲分离焦虑症，我人类来讲嘅时间，就像忧郁症同样。分离焦虑症是忧郁症的之一嘛，因为压力太大，呀就会青苔嘅问题，故说压力血叫嘅问题，因为你一出门嘅时间，佢就一直背，一直叫，对，然后轻更重用，你别用个伞，然后你回到家的时候，可能家里又很乱，对不对？所以像这种问题啊，这种问题就是我还是一句社会化，沙皮化没完全，还要训练呐。所以呢，你从小的时候，你最好从小的时候最好是我们要出去就放在笼子里面，但放在笼子里面的时候呢，第一个你最好包个闹钟，闹钟，它会咔咔咔咔咔咔有声音哈。第二个有玩具，是哈，有玩具让他觉得在里面不会孤单，那回来的时候，你一回来你不要马上抱他，不要马上抱他，先不能表现出太热情，对，要觉得很平淡，哎，真的嘞，很平淡哦，让他觉得他在里面是应该的，好，是应该的。那回家之后，你就是经过一段期间，他乖乖在那里，你再出来去跟他玩，再去。给他再表现出热情啦，出来玩完以后再进去，再给他东西吃，是啊，他就会觉得说，我这样是应该的，那就在里面就很乖。乡亲朋友哈，你读秘书讲咧，秘书总讲安样嘅事情，大家要知道秘书总对教老娘实在懂了解吼，因为佢身体是有非常多嘅教老娘，你懂多嘅经验，还有乜嘅经验做你老大家都副影响，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就进来。今日东方伊做的绕墙道中华民国保护同步协会嘅秘书长咧录影片，拢大家都分享吼。公司才发现，他真的血叫嘅年轻度哦，越来越多诶吼，同以前种下血叫嘅无共样，以前种下血叫嘅都无去管记。青菜随便养随便长随便大。对，真嘅随便养随便长随便大哈。可是冇按注意啦。真嘅，不过其实也很会注意，其实叫童年係共用嘅吼 ，TV 係共用，大家冇知道講，哎叫嘅就會。动物听听哈，以前啊，人就叫哈，太了不起，差不多10岁，11岁，我们收容所，我们保育场有20几岁的，20几岁，不过20几岁其实就会让人类嘅90岁、100岁嘅长寿，100多岁，100多岁了，真近清理会，其實因為時代無共，大家吼慢慢會建立無共嘅觀念。所以在學叫哈，當然最初啊雙手講嘅行為、環境、教育，那接着下來就是營養。錯，好啊，所以要怎麼吃？吃個東西輕鬆的。對，怎麼吃，然後怎麼去辨別，才能讓狗吃到有營養，對，又衛生，而且像我們的狗就吃到中毒。不過跟我一邊，其實叫為什麼這麼瞪一下哈？因為它的那個眼睛哈會看你，讓你對看。什麼時候呢？你吃飯嘅時間哈，平常時哈哇很愛玩，不過你吃飯嘅時間，它會2隻手放在你旁邊，然後眼睛跟你對望，因為你吃馬雞，你就喜歡吃馬雞；你吃飯，你就吃飯；你吃牛，給它吃牛。有時候你吃一些看冇孔片嘅東西，給它吃。所以有時候其實人類吃嘅東西，叫為做係什麼？我們先講人的食物哈，人愛吃又香又辣，口味要重，所以這個光是香、辣和重口味，3個條件對狗都不是很好，對貓也不是很好。辣，我想說有人吃麻辣鍋的結果是怎麼樣哈？那第二個太鹹的時候，太鹹，那人的感覺哈，有味道的話，大概是0.5%的，狗0.2而已。太鹹的時候
也可以氧哦，对内排泄，对生冲，对，那是不是增加肾脏的负担？像我们的私家轿车和计程车，哪一个寿命比较长？当然是计程车寿命比较短，因为比价格适用嘛，因为它天天在跑，所以告诉我们的肾脏天天在为了排泄盐分在跑的工作的话，是不是它寿命就短了？故说其实也脱离迄强用的啦，因为就会叫老人迄强用，其实人也总得是铁行嘛，是铁栏嘛，人吃个东西，太卡这边说人有吃买的东西会空天，叫我用强用，完全一样。所以能够我们要吃清淡，会比较长寿。故说每下，故说叫诶，其实做对是人类的东西，像杂食的，可是你讲你要特别注意，迄讲你真也不是。比如说吼，来比例，也有一些竞种的，因为来自动来供出来，秘书长我唔超高。来比论讲哈，比如说你吃，比如说像白斩鸡，有冇？他赶紧吃好是给白斩鸡，给鸡胸肉有冇？鸡胸肉黑公不要沾嘛，该东西，它就是水煮的。按有个鸡胸肉，你做得是吗？可以啊。你看，其实喊黑做得是吗？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比如你吃饭，而且我们还有非常多的饲料。是啊。星斗饲料是用鸡肉做的，所以为什么鸡胸肉不能吃？做得哈，只要不太咸。不过其实共豆鸦片哈，同大家的分享，很会吃饲料，饲料应该是他们的主食。不是啦，不是，因为吃饲料的原因是比较方便。它方便嘛？它方便啊。第一个饲料是经过转嘎哈研究出来的，所以。营养成分比较均衡，是营养比较均衡那第二个呢，很方便嘛，你回家一瓢就给他吃了嘛但是现代社会人类因为懒惰不然的话你回家还要为了狗猫煮饭那你比如说有时候觉得哎好累哦，自己都出去吃外面还要煮给他们吃。你够更多鸦片，太敢黑够，因为大部分都会让他吃饲料，所以饲料的挑选很重要哎，是对不对？我们这边有一些挑选的原则，同太敢的分享一下。我向各位乡亲报告哈，我人的叫我们有一个收容所，是那时候有800多只吧，因为饲料中毒死掉200多只，所以说你说重不重要？重要，非常重要，不是随便买饲料就可以吃。而且那一家饲料厂还标榜它是什么 ISO 9001检验合格的，那从这里面我们就会去怀疑说，那我们的 ISO 检验是随便青菜检查完全没有按照步骤，那更不能相信一样。是故说真会注意看几个标识，对不对？它标志是人写的，你知道吗？秘书长，你工作鸦片该要怎么办？是，所以这里面说，比如说我要请主持人，我请你罗小姐，绝对是没有错。这个不会中毒，不会中毒。不是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品牌。好，所以可能买饲料的时间，记得品牌很重要，很重要。你不要一看贪便宜买杂牌子的，是就可能出问题。那品牌之下，第二个当然。你要去所有朋友问一问，什么样的会比较好？因为好的品牌很多种嘛，对，哪一个比较适当？好，当然再来就是，当你打开之后的味道，通常好的饲料会稍微有一种它独有的香味之类的，抓起来，摸呢话说那个会粘手一样，不可以，它粒粒皆清楚，是刷起来很干爽，那再来就是狗会喜欢吃，所以其实要同大家分享，因为青董眼睛买饲料跟时间就是买回来就好像就是让他们吃了，所以刚刚秘书长你抓看，不能黏黏的，对不对？粒粒都很清楚，你闻起来那个香味很自然，对不对？对，好，有油叫咪啊？
那个油耗味，油给我们要做唔得个油。我讲油给我们。不过青头嘅时节，我们太盐呀黑啊，你买个饼嘅时节，你是个饼嘅，你劈起来有像麻花卷一样嘅东西嘛，你劈起来黑，一种的有油耗味嘛。或者说其实旧嘅食物，你买回来的时候，你自己做嚟劈一下。对。那保存呢？保存会不会轻松？一般以三方会下一朵一个是制造期间嘛，一个是最后期限嘛，啊，你要记着，不要说那一包饲料买了给它一点点，因为你的狗像它那个刚刚饼饼小小的，然后你买一大包，它吃到何年何月何日，也要不要过期，好，那再来就是说，你要给饲料让它买饲料桶，饲料桶。所以一个是避开潮湿，第二个就是你偶尔打开让它通风，还会通风哦，奶爸都会买个蜜箱，就是整个封密起来的。平常因为你的时间不太久，你要是用真空密封的话，你划不来，好，所以这几个月。最重要是还有要阴凉的地方，不能潮湿啦，要阴凉风干嘛，就一般的保存给风湿。不过真点太改清楚，现在有更多品牌嘛，对不对？你要把你可以买一个保存箱，把它保存起来，塑胶桶就可以了，塑胶桶就可以了。因为你要是不这样的话比如说蟑螂、蚂蚁、老鼠，通通会可能跑进去。是，像这些东西你都要去防止。不过更多亚太咖啡吃到，像我刚刚举了一个例子，像鸡胸肉可以吃，水果都得吃嘛，够字。基本上我们台湾有一种叫品婆，品婆，一颗就会要命哦。品婆是买东西？有一种也是木本植物水果，大概像我们那个它的果子是这种像栗子一样。但是它外表不像栗子那么多刺，红色的，是在中部有产，那这个你要是它叫平婆，一颗就会要命一颗就要命，它吃一颗就会要命，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毒素的问题。是，对。那个人类吃是不是也一样？那是给人吃的。所以我们要去注意说，我们有非常多的水果人可以吃，但是动物不见得可以吃。是还有一些糖果因为我们人是一个很奇怪的动物，天上飞的，地上走，水里游的，通通吃那这个部分我要去注意。那就是有几个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说你这边写出来，比如说巧克力，你会联想到什么？咖啡，茶是，这些，因为它有那个一个生物碱会造成心跳加速，是刺激中枢神经兴奋，这个东西要注意。那我们平常巧克力很好吃，而且通常也都会放在桌上，对，那狗就给你整块的吃掉。对，还有一个就很麻烦的是，巧克力融到嘴巴到胃里面之后，它会溶解，然后变成一团。就算是你要洗胃很难洗，是，所以其实大家有注意吗？其实各位没有真的就不可以吃巧克力哦，还有哪个东西做唔得食，大家聊一下，等下当中来讲。大家咧分享係講要學嘅喎，其實當到事情會注意哦，青島嘅問題會注意哦。譬如講做啲食乜嘅東西做唔得食哈。一開始秘書長有講到巧克力就做唔得食。巧克力，還有糖糕哦，盡量不要給他吃。盡量不要吃。還有糖糕，就是有人去看獸醫的時候是帶貓。一回去的時候，那個貓已經奄奄一息，因為他說他在家裡他吃了太多的巧克力，對，因為他出門去，因為那個人就是出門，一樣某胸都按到，對，然後等到晚上他回來的時間，給轉了一個時間，發現貓怎麼在那裡，連顏色都有點開始慢慢改變，才發現說他把家裡的巧克力都不小心
拿来吃光了。佢说巧克力真言为情，巧克力对于人类来讲，哈，还有一个很普遍，很好吃，很好吃，收高级礼物，对不对？对，故说真的动物不能吃。不过亚萍有特别提到一个东西，因为泰卡北贡其实购置按有个东西。狗狗是可以吃的，对不对？可是葡萄竟然说不能吃。一般的水果，比如说新鲜的芒果啦、苹果、芭乐啦、苹果、香蕉啦，都做的是像这些都可以吃。好，那我们比较看少看到酪梨，对，有酪梨树不能吃。好，酪梨做的是吗？啊，不能吃。酪梨中的是对哦。那我们这里提出来的葡萄。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哈。那我去思考，所有的书都说葡萄不能吃。那我这个人是挑战黑毛，挑战黑毛，专门研究18反的。我们不是中药有什么加什么都不行吗？你就是要去挑战你。对，就是我自己的狗照样给它吃葡萄。好，那后面我去深入研究，因为葡萄皮，我们吃葡萄的时候给狗吃大概剥皮啊，这整颗给它吃。葡萄皮的单宁酸，造成狗的胃肠功能消化不良。第二个便秘。好，那再来就是，既然葡萄可以吃，就会葡萄干也下去了。那葡萄干非常甜，太甜了，大概都是13到14度以上了哈。那太甜的东西和太咸一样，会造成狗的肾功能慢慢的衰退，影响让它工作太多，是就慢性肾衰竭的这个毛病就很容易有。好，因此才会还有一个那个葡萄哈，大大小小刚刚好，噎死一只狗刚刚好。好，跟吃半眼用哦，泰卡是半眼要注意哦，有的半眼一颗一颗，有时候会卡住黑毛。对，好，我曾经碰过，就是狗被葡萄噎死的。所以说，其实泰卡贡葡萄不能吃。刚刚秘书长特别强调是那个皮，如果你把它剥皮啊，你把它剥成一小块，其实可以做得生的啦。对啊，人有时候懒啊，像一点就一丢，反正认为它会咬嘛。嘿，它一咬就滑下去。那为什么酪梨不能吃？酪梨的酪梨素造成它的肝脏功能的问题。肝脏功能的问题。那再来就是洋葱是绝对不能吃。为什么？好，洋葱不管是猫和狗都好，因为洋葱里面的洋葱素是造成我们的红血球有带那个氧气的键是，然后它很容易和这个红血球带氧气的键结合，这是一个生化的问题。是。结合之后，它很对不起，它就没有办法携带氧气。是，因此好严重哦。对哦，因此就很容易因为缺氧、高铁血症而死亡。不说爱吃都会按用，一般来讲，人类其实不太会喂狗狗吃洋葱啦，因为洋葱一般吃起来它辛辣的感觉。我们平常吃可能会忽略掉说。当我给狗，我不给它吃生的，但是我吃洋葱蛋。要中的洋葱蛋或者是什么东西配洋葱煮的，以为说煮熟了没关系。那有些时候里面还残存着这一些成分的时候，就有可能出问题。那相同的，我要从这个东西，我要再提到一个东西，我们一般在发烧的时候常常用到的普拿疼，尤其是女生用最多。普拿疼，感冒的时间会死害。对，它标榜说对人是无害。但是有没有害？因为人的剂量高，所以比较没有害。但有人吃，也在这边也要叮咛哈，不管是女生也好，狗毛也好哈。你那个普拿疼的量要注意，要注意哈。在狗的话，你要是一颗，刚刚像那个饼饼，大概就会挂。好，它造成的是那种猛暴性肝炎。是。猫的话就会像洋葱一样，是高铁血症。那个是完全也是没有救。真的。没有救。是。
好，所以趁这个机会叮咛普拉腾，我们平常家里用的非常多，但是你要一不小心，狗以为是那个饲料，狗饲料，或者是我们常常说狗发烧啦，就给它吃一次退烧药，好，非常危险。哎呦，亲母一样哈。不过你看哦，请秘书长来真的是秘书长可以讲得好细哦，因为秘书长你跟狗狗相处几年了？40年。40年了，应该。那我当兽医40年了。是。但是从小，应该有60多年了吧？是哈，古时候其实共同鸦片哈，其实我们请秘书长来哦，你看超过40年，可以分享的东西太多了。不过节目只剩下短短的时间，我们赶快来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狗狗一般你台的狗背公要去结扎，都带狗狗会结扎吗？哦，好品种的，好品种的，我会鼓励他不要让它生。是。那一般的我们的比如说杂种狗，或者是有隐性遗传，或者是反正你看一看就知道是髋关节的问题，一看就是耳聋，对不对？那有遗传问题的，那为什么不做？是为什么要让它生？产生后悲剧，对不对？好，因此，假如不适合繁殖的狗，那么我都会建议说去把它绝育掉。是，那绝育公的就是把睾丸拿掉，母的就是把卵巢和这个子宫拿掉。有什么好处？比如说公的，你要是拿掉以后不会乱尿尿。对。好，第二个，年老的时候比较不会有攝護腺肥大的问题，跟人类一样啊。对，同人类共用啊，谁来你都漏 S 节，也有可能会有攝護腺肥大跟问题啊。和尚没有哈，所以男生你要是不要有攝護腺的问题的话，请你禁欲，不要出去啊。那再来就是占地盘的行为比较少。那还有就是你的村庄里面哈，要是有母狗发情，它不会乱跑呢，不然的话，它出去1-2个礼拜才回来。因为那是它的本能啦，它是本能。嘿，那母狗的话，你要是不让它生，又不做绝育的话，大概4岁到5岁，子宫蓄脓的问题大概会来。那子宫蓄脓，还有一个乳房肿瘤，这些问题会慢慢出现，大概都出现。你还是要帮他动刀，不然的话你很麻烦哈。那还有就是有一个比较麻烦的是说，有出去交配，交配，客家话怎么说？搞批。有出去交配的话，很容易感染性病，叫做菜花。好，目前啊，人看呢，公狗、母狗嘛，都有发生。那这个问题很麻烦，会传染。那第二个医疗费用很高。好，还有通常你要是说母狗你叫麻木不去做绝育，那有一天出去回来，然后2个月以后，生一堆，很多个小狗狗，哎呦，一窝丢失，看你怎么办。对，所以其实也会有造成很多流浪狗的问题哦。不过根本有些秘书长的都鸦片，他可会发现哦，其实按用的问题会讲出来。秘书长说哦，俺问题的问题，他直接在学校上课，就上1学期哦。不过根本30分钟、40分钟就讲题咧，其实有青岛嘅问题，还在做咧同大家来讨论呐，系按样嘢。今天一开始都也下讲嘅问题有青岛嘛，各位做咧4个东西系嘛该哈，总的4个东西系嘛该，大家请注意。不过节目的最后，同秘书长分享嘅就会讲，到底要不要去结扎？当然讲得很清楚，我会建议，它有优点有缺点。我会建议说，只要不适合繁衍的、繁殖的，通通做结扎，就通通做结扎。那刚刚就是说，你要是适合繁殖的，哇，真的很漂亮的哈，我就告诉拜托让它生好不好？那像这个有真的很好，留下好的后代，那是真的福气来的，真敬嘿哈。所以乡亲朋友，其实还有当到个老，你讲养狗、养猫、该宠物当到做啲关心嘅问题，你可能会绕墙秘书长咧度节目地图咧讨论哦。所以乡亲朋友哈，下礼拜记得咧收看哦。不过你下先听你个认同先生咧做认同了。